寒色的时间，我们扛你就上到某国啊，哎，爸爸妈妈其实就吃饱寒走得听听啊。哈比人家族，冇错，很会。如果还有懂到你就讲啊，哎呦冇相关，那等你睇嚟過後，你就會高咧，結果等到係落咧哦，行喺冇上高。哎，唔過啊，有發現到啊，媽媽懂經，哦，有可能佢喺講到哦，哎，這個家裡基因笨蛋就有問題，嗰時候佢就送嚟去學嘅跳舞，因為永遠就講啊，哎，來勁啊，有可能你就唔會上高。嗰時候係呀，下後尾唔知道，愛吼按嚟愛到嘅，所以係不卡基因有問題，還有應該寒色嘅時節來勁速度嘅樣講，雙管齊下，有問題。因為這個咩有好處啊，因為佢調節啊，自己動都會排列嘅時間，哎，你就會排到佢調節。還是一隻老頭是照顏值排。從細，我就係扮鬆度鏘鏘，就係排列咧，就輕調前籌面咩輕調前，不過調擺嘅時間，對，門面當這樣講很好。不過調擺嘅時間，個做嘅燈咧有照個身高去排。哦，有啊，有我嘅好夠有，一個我嘅做嘅燈咧啊，就從個幼稚園小朋友嘅老年輕同嘅同學邊嘅懂事呢，很像幼稚園小朋友的，也很好笑。酷的跟你說哈比人中哎，哈比人，哈比人的最小的哈比人，我還蠻講聽，我上唔講呢，好夠有很愛去太醫院檢查。我記得我幾時檢查嘅時間，我心醫生，唔過佢骨條啊照出來，照個 X 光照出來長6 cm。哇，跟諾照出來有幾多歲？其實我從細到大咩，為到愛上過做會動到嘅事情，嗰陣時醫生還特別同我講，你大二就會跳繩誒，韓國你跳繩嘅方式是要。比如說今天係100下，聽日就會200下、300下、700下，而且高加上去，而且上一個月陪我跳3萬下，哎，我一動不會跳，所以噠動起來。韓國呢，我咩當然是牛奶啊，還有是漢藥，咩冇上過啊。不過後來我發現我接受嘅一件事情，我就用愛情來表現，因為乜嘢？從一下我就做哎呦，較短的衫，係冇？韓國我嘅褲就做較高嘅喂，我嘅有啲葉片，係冇？嗰時候我嘅腳就暗藏，係冇？得啦。你剃了他比基尼，皮帶老丑更重要。你看你臭點就好嘞，你臭點比基還好。很聰明做嘛，你臭點老因為應該係講，你差唔多係國小6年生的時節，這個青春期時來的嘛。現在應該係蠻對，我哋國中他們2年生的時節長來。你係要來，叫做會變相啦，嚇，開始變。用啲身體會分泌出 something，you know，有變化，有變化。哎，你要講完清楚嚟哦，建議盡快去 check 先啦。係啦，就該時咧，其實咪啱嚟動手誒，講嚇，你唔差咧哦。嘿，這個時候懂到你對狗給你做一種誤解，就會知道狗給你一天不會打籃球，然後我講係完全唔係。那跟楊時太后1年生的時候，一到內行呢，就本懂到學長講，哦，亞莎你懂狗哦，一天懂會打籃球，結果來參加呢內行嘅籃球隊，結果我一起打。其他就講啊，條文啲唔是仔來咧，我而家講什麼啊？我懂會打呢。咩？我香港一條什麼嘛嘅，我從來都冇講過我會打，呢啲奇怪嘅人咧。因為嗰陣時學生嘅時候，你就會坐公車，哎，上課啊、下課啊，跟下課有下班嘅時間就等到你嘛，踩到好就難人。嗰陣時我就結果就站落去咧，跟等到嘅人啊，我就去啲時候哎拿個公車嘅吊把，哎用吊的，結果因為我哎用來就等過誒。後來我順風還有1V4來，就係夾個樹夾下個粗布些動粗動粗，係，不過有動到人，我就冇辦法分辨嘅。結果佢公車司機唔點樣乜嘢，係對我有乜嘅問題係冇？佢一係好掂掂嘅動得咧。哎呦，嗰人頭拿出頭夾一你直接衝落去。我直接我嘅鬼上面，哎呦，射面咧，真係射面。粗布片，哎呀，後來我就轉到不看，我就勁洗面，真係動粗。我咩有同感呢？我坐嘅捷運嘅時間，記得嗰兩時咩係熱天，你講我嘅身高啊，同源都係都嘅大家嘅樹腳下，你講啊，然後2、3年有嘅
初腹批，初腹批，我就做到那边啊，你靠没有，啊做那边你靠没有，你来你去全部都会初腹批，所以你当等人家。有一擺又每上年佢動過，佢啲咧看嘅數據，看那佢就將佢嘅數標都攞個頭拿得。手機架，大家開始做主持的時節咯，咩冇埋嘅作品啊，冇埋知名度的時節，常常是托埋嘅，就看嘢，來給本嘅相片，本嘅訓購啊，基本的資料啊，體重啊，又相信什麼應該看三圍基本計掉，所以看俺訓購，大排去看哦，訓購啊唔啦287哦唔係咧，所以是看不過，你沒有187哦，有187哦。後來應該資料檔我就改啦，就172，因為叫大家我是不小心自己講出來咧。唔過呢，我有隻條路，我當上去吃，唔過冇機會吃嘅就係苦中小姐。唔過佢咧係有起小啲嘅成個嘅限制，唔過呢，而係我名到嘅直播上漲咗嘅。冇期望嘅。你有名喺度冇？我名喺度，冇大腿，大腿嘅名喺度，冇大腿開唔到，那就冇辦法吧。嘿，更勇敢散哦，更勇敢散嘅。不用去。哎，對，所以我上到咧，係唔係要成個客高嘅人，適合來服務大家？哦，你就客好名聲咧，就係本意咧條服務嘅。你整彩，你睇有用啊！再見啦嗬，愛嘅人啊嗬，還有哈比人族群，千萬按比切價。真嘅，你就係面對天才嘅錯誤。古時候呢，我就會用動腰筋嘅成果，差唔多腰筋有5年嘅時間，簽唔到，係簽唔到，完全簽唔到，因為可能佢嘅先嘅動好，但是我就會動腰筋嘅時代嘅成果。唔講向你想講酸嘅啦。真件挺難的，講大設計嘅標準，係因為呢有談過一句話嗬，喺講上卡高啲位，可能就會運動卡好啲位。如果你愛食嘅時咧，可能就條路卡好啲嘅。兩個認同前進非常的認同。因為我這個較高咩，我只係讓另一半比較矮的話，我講話我做彎腰啊，我還講話互動就當困難，可能就背咕咕的，我按個講話係嘛，還有翕相的時候出去了翕相的時候，就會唱嘅7爺8爺同樣，一撒高一撒矮，按你看得係。所以說我吃到差不多正負5公分差唔多。正負5公分，我意思講，唔係，我意思講比講5148，你就比你較高一些就會啊。佢家有講過身高冇重要，你睇153佢就買。基顯做得冇？雖然我當愛，唔過我至少要有170公分。我做得，你做得啦，基顯做唔得。基顯睇下冇個講義哦，唔好正係先甜喎。有一班我同我嘅朋友去嘅台南寮，台南有一個素材很多樹屋，你睇呢個去過冇？就一個樹啊，上到動態條啊，韓國按你橫加側加嘅啊，我看到係咗動跳啊，係咗跳啊，按你蹦蹦跳跳哦，結果又奇怪。我朋友用嘅冇停種類咧，我嗰條朋友差唔多就170公分、180公分，就看到嗬，佢哋全部都在，很辛苦，因為點解衝到嘅條呢？因為司機當空了有一種東西啊，係冇辦法理解嘅，按到一種字，但我會想小心撞頭，我大概就企到嗰度，我係速度秒到，我撞到個頭咯。嗰時候我係知道，你上到愛嘅人較靜一些咧，條拿係當正規嘅，天公爸做過哦按靜，佢條拿會聲音，所以才會把我們生這麼矮啦。冇唔差。怎麼個有可能？他動漫就愛咧下嘅時候，唔過呢寒色嘅時間，我自己要動無痴心，因為我睇下嗰個對個哥哥嘅 V 所看我常常用嗰條拿起來看人。那之後我條看人，係我條看人，我覺得我好可憐哦。唔過呢，我咧下。我嘅身高冇影響到我嘅身法，我就當滿足嘅。我當什麼我嘅野愛啊、條擺啊、慢那嘅情況法，本來上個兩下按用型，我就當歡喜咧。所以說轉去理解咩感想呀，爸爸。整體我咪非常什麼我嘅媽阿妹阿爸哦。係咪我什麼我嘅阿伯阿伯？後生太上公，要把太